1945年，世界上最大嘅戰艦日本大和號，美國總統杜魯門，陸軍軍醫 Desmond Doss， 沖繩島，仲有 Mel Gibson 嘅電影《鋼鋸嶺》，呢幾個字加埋一齊會一個咩故事呢？另外今日係我哋沖繩島最後一日，都要同大家一齊 shopping 下街，去下行下 AEON。大家好，今日喺我哋沖繩島最後一日嘅行程。喺未開始之前，都想請，如果你未曾訂閱我頻道嘅話，都請幫我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對我嘅支持，增加個流量，多謝。我哋一早都去 Starbucks 就喺我哋嘅酒店對開呢一個沖繩島圖書館大樓裏面嘅，咁食個好快嘅、好精美嘅早餐之後，跟住隔離有間沖繩島博物館，都可以去睇睇攞碌，睇下地圖同埋主要嘅旅遊名勝啦。跟住我哋會搭單軌鐵路，大概25分鐘嘅車程去蒲天前田站。我哋去嘅景點係叫做蒲天紀念公園，佢仲有個名大家會可能聽過嘅，叫做鋼鋸嶺。鋼鋸嶺嘅導演係著名導演 Mel Gibson。佢喺2004年執導嘅《受難曲》全球大賣，成為佢個人財富最大部分嘅收入來源。喺2016年呢套《鋼鋸嶺》係根據真人真事拍成嘅。我哋而家到達咗蒲天前田站，亦都係鋼鋸嶺嘅地方。我哋喺個車站裏面，記住都抌個日打下卡，證明自己嚟過呢個地方。再講呢一個車站裏面，一出嚟我哋向右望就會見到鋼鋸嶺呢個位置。喺鋼鋸嶺而家嘅山腰山腳下面，都起咗唔少房屋同埋學校。而我哋落咗個車站之後不妨我哋向左望一望上面，會有見到唔同嘅列車，好多列車都好多好靚嘅卡通圖案，嗰個塗裝啊！大家集郵可以影多啲，好得意噶。我哋經過油站，油站隔籬有條斜路右轉上山嘅。我哋一路行一條比平坦有扶手石屎路，大概10零分鐘左右，我哋就會上到山，見到有當年琉球王國遺留落嚟嘅遺跡，係一棟城牆嘅建築嘅。琉球王國而家我哋只能夠望到佢嘅遺跡，因為之後大概喺100幾年之前，琉球王國已經俾日本統治。咁日本統治之下咁亦都係喺日本當地對外嘅第一道防線之一。喺2次大戰期間，美國領導嘅盟軍對抗住日本，發生好多場好激烈嘅太平洋戰爭。而喺眾多太平洋戰爭裏面，最慘烈、死傷得最多嘅就喺沖繩島戰役裏面。而喺鋼鋸嶺呢笪地方更加發生咗一件非常動人嘅故事，牽涉嘅主要人物係 Desmond Doss。1945年4月，美軍擊沉咗日本嘅大和號。大和號就係喺鹿兒島同埋沖繩島對開個海底沉咗。咁美軍跟住登陸喺沖繩島嘅中部、南北裏面攻，而喺南邊係面對住最頑強抵抗嘅日軍。死傷得最慘烈嘅戰爭就喺鋼鋸嶺呢個地方。由於日軍一早有所防備，喺鋼鋸嶺嘅山下面延綿不絕嘅挖好多地道，耐唔耐喺個地道衝出嚟到襲擊美軍，令到美軍防不勝防，死傷無數。喺沖繩島戰役前後，美軍喺呢3個月裏面死咗大概有1萬人。而日本死咗超過10萬人。嗱，我哋去到睇鋼鋸嶺上面見到唔少嘅地窿，有啲山洞，裏面係一個地下城嚟噶，好連綿不絕。啲日軍會喺個地窿裏面防不勝防走出嚟襲擊美軍噶。而家呢個窿封咗啦，仲有好多好多個窿。一路行山嘅話你會發覺唔少嘅。正因為呢啲山洞令到日軍不斷嘅去襲擊美軍，美軍傷亡慘重，喺山上面等待救援。
喺當中有一個陸軍軍醫，佢冇任何武器，只係憑一顆拯救嘅心，默默地向上帝祈禱，求神賜俾佢有能力救得一個孭住逐個嘅傷兵，藉住側邊嘅城網，一路喺個山坡裏面孭佢落去，一個又一個，總共孭咗超過75個傷兵俾佢個同袍，當中仲包括有啲係佢上司添。而呢個勇氣英雄事蹟呢，仲喺1945年10月，俾當時美國嘅總統杜魯門親自喺白宮頒贈一個國家最高榮譽嘅勳章俾 Desmond Doss， 表揚佢嘅勇氣同埋拯救。而荷里活導演 Mel Gibson 將呢件真人真事拍成電影，就係呢個 Hacksaw Ridge 鋼鋸嶺啦。英雄故事嘅背後，其實 Desmond Doss 都患咗 PTSD 創傷後遺症幾十年，直至到佢80歲嘅高齡重返現場，先至能夠放得低呢個包袱。我哋都用西瓜卡入閘離開鋼鋸嶺，但係鋼鋸嶺佢嘅故事，佢拯救嘅精神會不斷流芳百世嘅。列車行大概20零分鐘會到達小鹿站。我哋今次會行伊昂去 shopping， 出咗閘之後，我哋唔需要行出外面，唔怕日曬雨淋，因為都有瓦遮頭。一到天橋，直入去伊昂裏面個商場，商場好大，有幾層樓咁高。而呢，我哋呢段時間最緊要就係醫我哋嘅肚。我哋入咗個商場裏面，轉咗有間藏壽司。上次我哋喺大阪食藏壽司，而家我哋嚟沖繩島都有個藏壽司喎。藏壽司裏面嘅裝修攞飛攞位，以至到佢入面嘅竹屏幕點餐同埋所有嘅壽司快車等等嘅設備，都同大阪東京一模一樣。食飽之後，我哋出嚟伊昂個商場行，我哋見到有眼鏡鋪啦，木村拓哉做代言人喎。哇，木村拓哉，哇，呢個長青嘅演員啊！我哋一路向住繼續行，商場裏面嘅冷氣唔係好足夠，可能咧喺度維修緊。莫非因為溫度比較溫暖，所以嗰啲雪糕特別好買？我哋一路繼續行，除咗呢間賣甜品之外，我哋呢，哇，隔籬好多麵包啊、冬甩嗰啲，睇下佢擺得幾整齊，幾多唔同花款，真係令人望到口水都流埋。我哋都爭啲忍唔住手，我哋能夠克制到嘅，並唔係我哋嘅決心，因為我哋行遠少少，見到伊昂裏面嗰個超市，佢啲新鮮嘅土產，佢哋嘅生果，佢哋嘅農產品，哇！嗰度先至一個大嘅森林。你睇下呢一個喺沖繩島隔籬嘅宮古島裏面嘅土產，呢個係 melon。再望隔籬有好多唔同地道嘅農產品、生果，有蘋果啦，有提子啦，有柿啦，又有柑啦。唔單止沖繩縣，喺其他日本嘅地方都有運生果嚟沖繩島買嘅，所以你哋唔使擔心呢，話喂，我想食熊本嘅啲生果啊，或者又想食和歌山啊等等嘅，一樣有呢度。哇！呢啲菜，哇，沖繩縣地道嘅農產品嚟嘅，係咪特別甜啲同埋新鮮啲呢？嗱，呢啲菜嘅包裝寫住係沖繩縣嘅，而且係人工培植出嚟嘅菜嚟添。咁一定呢係乾淨，而且呢美味。哇！呢個椒犀利喎，都係沖繩縣嘅物產喎。睇下幾靚！哇！呢啲菠蘿更加即係沖繩島一流嘅土產啊！佢哋呢直情嗰個出產日期啊，唔單止有日期啊，連時間嗰個保養都有埋添。嗱，見到有青森縣嘅蘋果啦，再望過隔籬嘅熊本嘅柑啦，再望過隔籬和歌山喎，
跟住呢度蘿蔔嘅，哇，紅本原產嚟嘅。再望下，哇，連菊花食用嘅可以都有喎。哇，呢度我少見啲，我嚟沖菊寶嗰啲菊花我就知。跟住我哋見到一碗碗嘅好似便當嘅美食，款式又多，唔錯唔錯，價錢又唔貴喎。隔籬仲有啲美食，一盒一盒幾整齊，而且呢，佢有製造嘅日期、時間清楚。跟住呢，呢度仲有好多嘅美食喎。呢樣係咩呢？一碗碗嘅菜沙律，夠新鮮唔單止，睇下佢個盒底標籤住，咦，都係沖繩縣嘅地道物產喎。跟住仲見到有好多唔同種類嘅便當，20零30蚊，抵食喎。呢個又另外一款啦，有埋呢有效日期時間清楚啊！咦，魚生喎，刺身喎，哇！呢度有魚喎，新鮮喎，咁好味，哇！去到幾多點鐘啊？呢啲有效期都有。跟住仲有啲甜品喎，哇，係咪湯圓呢？似係啦。跟住咧，呢度仲有，咦，即食烏冬喎，搵熱水沖就食得噶咯喎，得意喎，香港少見啲，價錢又唔貴喎，仲打個9折添。跟住呢個飯團，哇，時間標籤非常之好啊。跟住咧，我哋再睇，咦？有啲海產喎，係屬於海藻類，好似粉絲咁樣，我都食過㗎。嗱，呢啲好似蟹柳嘅，其實係魚肉做嘅，入口都幾甜美㗎。再望遠少少，咦，有好多刺身喎，刺身嘅賣相，佢嘅色澤靚新鮮，無論你左睇、橫睇、掂睇，都係靚嘅。我哋再望呢個超市嘅櫃裏面，哇！原來咧呢度好大㗎，有10幾條街，我哋仲係行緊第一條街咋？咦，新鮮嘅魚喎，哇！呢啲攞嚟無論煮餸啊，係咪做得刺身嘅咧？我唔係好清楚，但係都係沖繩島嘅特產嚟嘅。哇！仲有斑添，老鼠斑。嗱，三文魚刺身嘅，睇下，哇！都係沖繩縣地道物產喎。有唔同款式嘅刺身，價錢又非常吸引啊！你睇下咁個價錢，圍起嚟港紙都係幾十蚊嘅，有咁多唔同嘅款式，有咁靚嘅質素，超值抵啦！除咗呢啲嘅新鮮刺身之外，行過另外一邊，哇！原來有沖繩島，即係琉球特產啊！佢嘅酒，哇！呢套套裝琉球王朝連埋2個杯，雖然我唔多飲酒，但佢個包裝裝潢都係高貴嘅。我哋繼續行AEON呢個百貨公司，我哋沿路行另外一層，咁另外一層呢，就唔係好似超級市場咁樣擺賣嘅，係一啲鋪頭，有呢個攤位。包括到沖繩島出名嘅玻璃工藝品，嗱，呢啲杯啦，1、2、3、4去到12月，每個月一個杯，有唔同嘅顏色。我上一條片都曾經提過，沖繩島嘅玻璃工藝係受惠於美軍遺留落嚟嘅大量玻璃樽再造而成嘅。佢啲玻璃杯呢，有好多氣泡喺度嘅。呢啲就係沖繩島玻璃製品嘅特色。沿住呢個商場行，有賣衫啦、賣褲啦、男裝、女裝。佢嘅款式嚟講呢，我就自己覺得唔係咁大分別，冇乜特別嘅驚喜，唔及得頭先我哋行過超市嗰啲食品啊！哇，真係口水都流埋。我哋一路向前行，行過去見到都係日常嘅用品啦，可能呢一層嚟講唔係話俾我哋咁多嘅驚喜，咁我哋行另外一層，咦？沖繩島好多地方咧係有帽賣嘅喎，而咧眼鏡鋪亦都多，
可能沖繩島呢，佢嗰個位置啊，陽光普照，所以多咗啲太陽眼鏡嘅需要。呢間鋪頭呢，買多飾品，細細件嘅，咦，有多貼紙喎，款式哇好多喎，無論動漫啊、卡通啊，任何出名嘅 icon 呢，好多款式，我都唔能夠一一去講啦。嗱，你哋自己睇下啦，一揸喺個眼前，佢哋呢啲咁嘅 stickers 係咪好興好潮呢？我就唔清楚啦。我哋行咗依樣都行咗成2個幾鐘，我哋呢都離開啦，沿住嗰條行天橋去到小鹿站，我哋搭翻單軌鐵路去酒店，準備攞翻啲行李，因為趕住去機場啊嘛。咁喺嗰個鐵路站裏面呢，我哋都不忘要打卡嘅，梗係攞個印台啦，證明呢，到此一遊。我哋喺旭橋站出返嚟，去返酒店嘅途中，我哋呢經過沖繩圖書館大廈裏面呢，其實都有個商場嘅，有 ABC Mask 賣鞋啦。而呢，我哋發覺到商場嘅鋪頭賣袋嘅製品，哇！啲價錢款式又多，價錢呢仲非常之吸引，大減價添。你睇呢個價錢，為起嚟港紙呢，200零蚊、300幾蚊，呢間鋪頭 D Kelly， 記住啊！我啲老細呢都受唔住誘惑，都買緊啲帶返嚟香港。佢個價錢唔貴，而且款式多，實在呢方便換款。大家嚟過呢類商場嘅話，都要記住要控制你嘅購買欲。我哋去到酒店攞返嚟行李，行李裏面有我哋剛剛購買嘅戰利品。遠望，哇！列車到站啦，我哋呢上咗列車，去到那霸機場。喺個車站裏面，我哋都記住要抌個印打卡留念。喺呢個那霸機場嘅車站裏面，沿途出閘都會見到有好靚嘅沖繩島玻璃工藝品嘅裝飾嘅。我哋推住行李出咗閘之後，沿住有蓋天橋去國內線大樓，因為我哋去國外線呢，就必須要經過國內線嘅。入咗玻璃門之後，見到沖繩島國際機場嘅招牌，跟住穿過一系列嘅商場商鋪，裏面都有一啲包裝得好靚嘅沖繩地道物產、生果禮品。呢個菠蘿啦，沖繩島非常出名噶，仲有其他嘅高貴嘅精裝嘅生果禮品，而且好多都係沖繩島出名嘅地道物產啊！All made in Okinawa。 喺呢個機場嘅商鋪賣嘅唔單止係沖繩島出名嘅農產，而且仲有海產。我哋都見到我哋之前曾經喺上一輯提過好好食嘅海葡萄。你睇下右下角呢啲一 pack 一 pack 嘅海葡萄，我都曾經諗過買啲嚟返香港食下嘅。但係我感受到佢個保存期唔能夠太耐。跟住隔離，哇！沖繩縣產嘅蔗喎，真係掂個碌蔗喎。跟住有沖繩島好出名嘅海鹽，其實我自己屋企呢用嘅食鹽都係沖繩島鹽嚟㗎。跟住我哋一路繼續望裏面沖繩縣嘅特產。嗱，頭先講過海葡萄都有盒裝嘅喎，唔係淨係話一 pack 一 pack 嘅喎。嗱，呢啲甜品啦，哇！呢啲菠蘿酥喎，成個菠蘿 3D 立體嘅，正喎。仲有啲咧芋頭形式嘅喎，係紫薯定係芋頭咧？我睇清楚先。同類型嘅嘢，我哋前一日喺當期都見過嘅。由於我哋係夜機，而香港快運裏面咧，我哋係冇嘢食嘅，所以我哋都喺機場食一餐先。機場嗰個餐廳唔錯喎，見到呢啲嘅定食，啲麵啊飯咁樣，好吸引喎。呢間鋪頭叫做風月，
揀翻個靚位先。嗱，我哋有拉麵啦、烏冬啦，哇，仲有啲飯啊，垃垃雜雜嘅，哇，好豐富，好正，味道呢一流。而且我哋坐個位置呢，近住機場窗門嘅，望住窗門外嘅，哇，喺海邊一啲白色嘅浪打埋個機場嗰度，好靚。個天，哇，嗰啲雲亦都好靚，有飛機升降啦，而且呢，夕陽黃昏嚟緊啦，嗰啲太陽喺個雲射出嚟呢，呢啲光線好柔和，好壯麗。觀賞完呢個黃昏美景，我哋都食飽咗啦，我哋都拖住行李去 check in 啦。check in counter 裏面都有幾多人㗎？我哋攞咗登機證之後，一路向住入閘。沿途經過，聽到鋼琴聲傳入耳，原來喺度彈緊鋼琴，咁有文化嘅。大家都記住要同沖繩島嗰個公仔喺張梳化上面一齊影相啊！隔離賣雪糕鋪呢，嗰位阿姐呢都同你岌頭，係啊係啊咁樣。咁我哋上機啦，經過2小時零20分鐘左右嘅機程，我哋抵達香港。因為呢返嚟香港係需要多20分鐘左右嘅。咁喺呢度都想請大家，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嘅話，都想請 like、comment、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頻道，對我個支持同埋鼓勵。我不斷會有新片推出嘅，大家請留意我個頻道，千祈唔好錯過啊！